各位老友記，今次我哋去青金8日行下絲綢之路，世界最靚嘅5大丹霞之一張掖七彩丹霞，好似一幅天然嘅水彩畫，唔使加濾鏡都咁靚。天下第一雄關嘉峪關，呢度係絲綢之路嘅咽喉，好似個老將軍咁守護住呢片嘅土地。咁大個細路瞓喺沙灘度，聽講話摸下佢嘅腳趾頭就有好勢頭。世界佛教藝術嘅瑰寶，歷經千年，壁畫嘅顏色仲咁鮮豔。我哋保證睇齊8個洞窟。沙漠入邊竟然藏住個月牙泉，泉水清澈見底，聽住駝鈴叮叮叮，漫步下沙漠。呢個咁絕色嘅地方就係大齊旦嘅翡翠湖啦，仲有察爾汗鹽湖。原來綠色都可以有咁豐富嘅層次。我哋仲特別安排咗文家牧場，天可以玩下草原嘅競技，射下箭，晚上就可以喺度散下步，睇下繁星流動，仲可以親手製作非遺嘅藏香。呢個係一種傳承，我哋仲可以帶返香港做個紀念添。全程包晒14個特色餐，餐餐都咁出色。住喺景區入面嘅特色星空別墅，一齊喺度數下星星，幾浪漫啊！行程輕鬆夠特色，千祈唔好錯過，快啲打電話嚟報名啦！